请文章四处，为吾命论与日不老，正光立上教子，我却趁他3日不见，今日岁色，作为本家长礼。
莫不是好事年轻闹新闻，半夜三更捉龙红啊！家红云，她姑娘子鸟奴平地称我心。是啊，我女兄趁你早许为王，去备婚喜娘子吧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真是我的好堂兄啊！哈哈哈哈啊！道知府是小弟设备了，夜的今夜同王化作母女两人，快请为王去吧。女兄明日再来向你何事？好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道兄。道知府远道而来，有劳道兄带我神君接待哟。到底安心为王去吧，我这副要为苏王安歇去了啊！事不相送，告辞。我冒雨绝对并靠，万未曾知娘子挑出红巾呢。啊，带我来挑，带我来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奇怪。哎哇，好像有人。
莫非是那个调皮鬼深更半夜的来闹新闻？哦，带我去看看，带我去看看，哈哈哈哈！新郎。衙门窜进了后房，方才师傅有人还叫了一声。后房昏暗无光，我不曾在门框上唱了一下，故而嘛，的叫了一声，没事，没事啊。书香门第，我母亲她老人家自家成年，每日凌晨鸡叫对边，我便要在母亲房侧请安问好，以听消息。如今你我虽已成婚，却不可违背家规，忤逆母命。故而我要一早去向母亲请安，方娘子体谅于我啊！官人是哪里话来？做小辈的离开孝敬父母。两位亲官人同去步步房中共请早安。娘子，
在还阳性到此时，阳性夫人还你来了。夫人有吩咐。阳性，令让你可上见公子侧夫。提起公子侧夫，那在府内可曾见过公子？今日也未曾见过公子啊！阳性，说明人四次寻找公子。是。华院中也去照顾了，解天与愿都照毕了。那我儿他飞上天去了。
骗我啥？只嫌我气我累了，我无用而成，我还定是被你害死了，我岂能杀你？杨希才说起请杀少你老师，你就将提上大威压去。待遇归乡上。
鬼笑，来自本源大道，苏家李府正为在新婚之夜，穿遭杀害的禁锢，也从实将来。将。禀大人，官人被杀小女自杀是也的不知，王大人高言明接动查去你虽不太得一过而今，东方自与瓦人，你真特过你。不由本地，东方之意，你可曾经过你长子？结果的，既是结果，新婚夫妻定做一义恩爱。亲人其身，可是你将这36期金子绣着，教育你丈夫有亲事送他出堡的。是的。就奇了，你去将他送出堡门，他因我有违村事回报，分明是一拍后意，还不从实前来。两人缘难续长，倒不是暂且将他压当下，雨落飞奔其身是娘。与会笑，本有可你上得到来，以你之物论了风尘。既然你是孤年轻女子，有你下到生死片刻，少年再来问你，待了下去。来，又在屯师娘上头，是在师娘帮忙。来啦！恳请大人那本是要你苦之才。哎呀，丁大人，小不得无罪呀！受着养父居营管理，利用你在西方平定出的，而今新郎被害，你真是不罪，咱不也从这招来来，你必受罪苦。走！哎呀，请丁大人呐，小不得说要把新郎新娘送入洞房，领了少年又为家求安结了，希望这我要出了生命，我说是一点不知啊！西毛峰不义杀人，你太色一点不知。那么打听你来访的养育两家，难道你不知有可疑之什么？可疑之人是吧？在新娘之队，可能既有青苔私藏之事。你非有将数据可疑，自私马迹，从实将来，以供本院接招破案，你才能获得困子。事实不然，休想你就为得家去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是可疑之人到于一个，哪一个？新娘的表兄，名远郑家城的郑文良。文明。
要是我金妈妈一意不杀，是我连的铁青这得上了花轿。我替这新娘与她的表兄正经相离，只有他表兄家病，他才父子名与养父联姻。可他的心里怎么样？我认为乱世连是呀，大大人不用是也，手脚可是句句色情。啊！小子不会管制王爷。下死后谢大人。将横本两驸马归我死。大人家臣说明月跪下，是今明月月牙真实，小弟被人奸情谋神。人家臣内赐予良缘交加，不用居于过列，速去将臣不连那后，目送他为财倾逃了。愿将死后父子亲夫也从这糟够了吧。大人，小女子虽无不知之理，怎为你虽无不知之理，可你参与报仇。大人，就我此事，本月本意，你虽别上所待何？一阵又说，呈上来。是。玉桂香，此鸟兽从何而来？表兄长能两手在。他今我正你鸟兽，就这小女子才家里吧。呸！分明是清风见你的媳妇，你与他们俩遭遇亲戚，定是都没有新婚之意，将你亲夫之事，万不也从人走来。不肯走过来，要在此死。玉桂香，你早死不早？冤枉难早死于。
什么两座那鬼押送到来。是。你准备捉拿归案，速同人走来。大人，圣元不知生来何才，你看他是何人？倒是今晚不将李玉玉跪下通缉于民，盗取金子碎在这夜同人走来。而且大人怎能平反无辜冤枉好人呐？张真去在万魂教兵，这番有路可你的。这是江武正与表妹之礼吧？玉龟相色是你认他，你又说是你莫认他。既因不得给女，分明荒淫荡生，不懂答应，可怜你是不为造成的来，要来从这死神啊！死！用点当死！当来王家财命来用意。相领导教弟，你完成他这
说，他就是铁的凭证。真人你与会相惊情非断，故而当你眼看他与别人同谋划作，心欲不欢，于是你就登身过你，亲自行谋，不行了好去惊非得，这是你的情妇才会应景。你快滚地来！大人。万贯枪毙，分明是无来刁民来哟！狠狠地加了起来！
亮，你们已难到我的手中来，你好生话。最近幸好我牢记的良，即刻去明月衙门告状。去明月衙门告状？是啊，归乡于外省，本是命运百姓，事情比不情愿，却当真遭破了死人，令我终于
去明月衙门喊冤叫求，打去儿女性命。好，那是罪人大姐，随我来。
人。官人，你这又在款子书上？我明月百姓告你兄弟草菅人命，难道你不为此忧虑？谁说我不为此忧虑啦？不过，事情你也不能写信这张书上，为不为这贼蛋爹娘为之后女开他贼子，而诬告我兄弟？高上老贼，岂管是自担大王位？不管怎么说，此事总要问过我兄弟方知真经啊！好，怪谁？好，我兄弟生性高昂，来后还是我来问他，啥是你问恩，可会不会卖力的张银？哦，好，这是我的爷奶祖，必须秉公从文，不可徇私无端哟。父亲岳阳大人到，我兄弟来了。媳妇的妻子书上。兄弟，你这名人请你来许单，不为耽误你料理公务吧？哪里？姐姐不来还我，我也真要来向姐夫请教你。哦，请教什么？姐姐，当地书记同王一案已上我一举破案了。你既听说了？为接遭遇死匪报仇，此案无需心急上阵，请入衙门，待将文批作，立即将凶犯就地侦报。兄弟，生命关天，不可少此，何须杀之无辜，方可上身进入衙门啊？官我将与国军举义带来，请姐夫请我看看，啥与不当，请多加指正。我兄弟虚心就教，你可不能败架子呀！
万有一日许相肌肤自弃，凶手成不良的命运政治，那天时出仓促，空他见到，利人恶劣，自造利用，你昨日将他捉拿归案，报肌肤结了。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兄弟，你与我说说，你这是我一起破案的。当地不应传上名，将人被通杀的恨，那兄弟脚下应也深，难道我了世人去放心？红房子一无黄的新娘你不放情。恰与为刘备和黑名的，原来又是为刘备和黑名。与那女不带伤生命，今自是到清净，兄弟费尽不胜寻，大日要为精进开门，凶案遇到一兄弟，咦，官人，你怎有言不发？我兄弟是得来向你请教的。以你看此事，我判的还有不早之词吗？是啊，请姐夫多加指正。内弟，依我看来，此案有3点可疑。哦，有哪3点可疑？内弟。有你。
要做奸做商，即便上上做事，也不能成为通奸人。官人，你怕这事实在苦你自杀？内弟，请听了。三一文语非常情，其将无为不可啊！他这是凶手恶意的人，他认为真理内必不为定，他这是凶手杀人心残忍，真可能让当为罪必遭人，因此让我破碎茅门须金榜，盈盈毕恭去黎明。亲自登门，举子登，恰方来，与用心一等心，本是兄弟为内是方针，与为我是一回报是你。好啊，恩举外务，告辞。兄弟，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地说，请进步多多指教。怎么，他这叫了几句本领心语的话，你别起错好的要去了。母样子们总不顾非本第一，盼望这早不稳的为到底保持下他对，竟想到外情人，非但为到跟私女，你我红红兄妹，恰似替父兄妹为兄妹交啊！你万岁母样子们做的好女吗？沈家老百姓一生上告你草菅人命，你还是自告的死哟！内弟，一女姬此案才不让人轻误，万须人只将他儿女应死。此书上亲信公谋。分明是为兄妹开他在这的诬告，你不能使我明月百姓的素草。兄弟，你要听你继父的劝说，不然错案是要满肚子之那好吧，我偏将此案送正请入衙门，看看究竟是我操其生命，还是你们得背的到底，毫不领命之心。
请进。老娘心带起故意。老公家请起。来，在。你去京中好生将陈文良才来知处问话。老公家请坐。哦，老奴不过故意将话来，稍与插曲，请吩咐就是。老公家，你家公子不允备，为不允许无需找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府内我在生凶中，但只要关系难以决断，故而把你请来，想要问问你。故意请问，老奴定当知无不言。老公家，依你看来，那陈文良可是真正在你家公子的凶手？这望老公家特意相告。故意。按历次恩于是少爷与父亲袁大当做了谁段，老奴不可妄加议论。如今金蒙故意确诊下文，老奴遂讲一讲心里话吧。请讲。我家公子成婚那天，老奴一直在这么话，故人没病，岁岁和年，必成顺利寸步。我在上师傅为奴数十年，来往其余举度所受。那陈文良是有文疾病卡，前日腹中，岂能罔顾我的眼睛？那他们非是灵密度机而其人而亡的，这不可能。那天失了正门，四门紧闭。陈文良那是个文职书生，他怎能与半夜三更，反有一常师傅树上高低为将？以老公家看来，那陈文良不可能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哦，老奴倒也不敢断言。不过我反复深思，陈文良是了文疾病卡之中，他是哪一件事后亡的呀？既然是此，那么除了陈文良，凶手也可能是病卡中的一个。他是谁呢？这是第二天清晨，飞在后房发现公子的尸体前，新娘玉桂香口口声声地对老夫人说，是他亲自送公子出房的。这公子又是谁呢？会不会是凶手假冒的？杀官假冒你家公子，那么凶手一定是个旁边之神。对，既不为是张无子的老贼，也不为是出路的小贼。老公家，你可还记得那提供来了多少位你请我卡？要有3、4人，去为何等等子？都是张师傅高清贵于的公子少爷。你看其中可以苦你之人。老奴不管胡乱猜测。故意以老奴看，顾言不必再为此案劳陈，那陈文良可难摆脱杀人之罪了。这是为何啊？顾言。心生而丧了至亲无妻，请务必三思而已。多谢老公家好心祝福。这外怎么了？带刀。老
家，你家的小姐正在河南我们那玉桂乡，你不妨去窗外听听，再苦一言苦告我。好，你先去吧，我请客就来。是。好等将陈梦亮入了进来。是。你推上御帐，不用下跪，送一字。其他一共数位。盗取金子罪在案，苦情是你一人所为。这小人在赴清源大堂，拒与瓦工招人了。既然瓦工招人，那你又欲将财政隐瞒了起来？不，大人，小人不过隐瞒财政。既不过隐瞒财政，那你将盗取的金子罪责藏于何处？速速从这找来！哎呀！故算是官官相护，其利。
家，新郎半夜配合，那是我正锁在家中，所有乡邻都能为我作证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可列去查证前去杀害，是有查错，小人愿随不杀之臣。好，陈文良，你为今去将苏世军有西城申诉公道，本院立即为你尊称请武大人。多谢大人开恩。你的太嫂还没给予你，来人！你将陈文良正太尉继王，且他并不知你苏西公上。小人告退了。你身上有伤，说实为话好了，谢夫人。李贵仙，生性多爱，本是老爷所当之事。只要你上得堂去，总是哭哭啼啼，欲言不言。老爷知你定有大事乱子，不必时时的难言之隐。故而命我把你带至后堂，代为询问。望你今天定要实言相告，才不负老爷一片苦心。夫人。一归乡啊，我用金光接着你，心心听我。
哟。
没有啥子。不用下跪，玉桂香，你这是那恶者的模样，长得是何？是那恶者此不隐蔽，远离旁，身在石中外跌宕，他心生言语张斯文，难改生长情不祥。老公家，玉桂香就是此人的苦人经过。坟墓是啊，从没见过，从没见过。禀大人，老师夫人偷出来是要会见大人。是我有情。玉桂香，你才知多余不必成为玉妻，假设在苏氏境有西城生疏公道，待本院查明真凶，再做定论。多谢大神。夫人命进步待他为妻。是玉桂香随我来。故意老奴也要拜别了。老公家，今日来你来往不可免了。哦，不妨不妨，请姑爷千万不能对老夫人生我来过此处哟。老公家放心便是，在与我空完一事，要向你请教。哦哟，不管拜别了。难得光临，请坐下叙谈。哼，你既说晚上我是生母，那我来问你，学姐同方要案，你可能生气，我还冤罪何时得报？哼，这里有借我水这一封，你且看来。无人使我儿避害断其自己，请我命你定要杀出真凶，不准血案夫妻恩怨破谁多。什么？哼！我儿新婚穿丧礼，定是新娘多岁恨。那堂不分明的照顾，你偏要借我身子听你问，你同上血案是长。我以为老爷已辜负权柄，常师傅往亲过去靠山问，你查官批我现在遇见父，定叫你下这八官断送县城。什么？我儿断其自己，你啥不将凶犯一时令箭，及时擒在所后斩首？我就与你拼了这条老命。什么？千万别伤骨头，千万保重。
老夫这样心神经色长，但与不管才意相高。看来曾兄同这样的情马自重，我的能以为到此就是这个字意，亲生母亲则须尊名辨字。你是什么？我从生学业绩实情，谁反复审讯，利于所破。死之在山，神来万辈不风出音，轻举妄动，不但忤逆正当，且也有违上命。而今亡羊补牢，原力其上人情无，情恩不情愿，愿判谁断？定于当地断其事实，将论于秀满，一指领定，今日清晨就地正法，为堂弟保举谢恩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须杂其他人，与不亲明月两样要道，长期责任告知。亲生母为父语，眼里就分法不闻，无需亲养父重情于，于是的亲临铃铛表演，一来讨灭亡灵，二来同罪共分，以张扬父生为。好的女婿，才能至此，我儿与见相，第一宽记不尽啊！圣母万须去照相重情于分法不闻。对我立即为父去发落，丫鬟为父。我
门外后人，上师父老奴杨心，稍等。老奴拜见内日少爷杨心，你来这阵，奉老夫人之命，特来送教夫人。哦，好。若有错误，是我家公子被黑玉的断绝之计，也是兄妹佛法之人。公子愿意得报，老夫人的御史人隆重祭祀，以为亡灵，敬请内日少爷务必光临。好，我一定来，我一定来。好，老奴拜别。好，你去吧。我与杨家乃公表之情，啥子不去吊唁，岂非诛杀心虚？去！
万事不去，必须仔细权衡呐。你家公子身前成婚那天的背靠一步，可曾取来？老奴已送张王去来。老公家，时光不早，雕一情侣都将莅临。你所去那开子门一共赢，但等着后你不让夫妻情侣到西，速来并无事。心。
绝壁青松
又有哪一个力道？一个不少对刀起。我是设定开一个不少对刀起啊！我以为兄弟不公来掉眼，又给你当论姻缘。亲自为上级去看看他的本来面目，以便永远记着杨子们中的他人生。与跪下，立起我抬起来。抬起头来，我在我也要看看这种上司气上条山脉。众位贵轻轻上前，快来。少爷，轮到你上前去看了。好好，我看。哎呦，我何然对痛有力，不可以吧？众人的痛，一起看过有才能为你治病。与跪下，你仔细看看他是何人？还不懂得养父重情于你们地的人才，早晚叫满南民一个的哭。杨大人，小弟不在家。你这畜生，你应该要杀我汉！公鸟命，公鸟命！这狠心的畜生！师傅，你既不在，去给夸奖武长张不支持同日招来。禀大人，那36件金子绣色，上万藏于我家中的一项。来，要了才来这去启齿张了。是。桂香曾闻了，你二位虽苦受尽了，待本院里去上任勤务，为二位平反冤冤。谢大人救命之恩。
今必万死不生心。你害他二位并不顾色辛苦，你是不给上天吃别苦力吗？二位下官昏庸，错夺名位，只是二位受苦，这想被离了。皇上，当当早定命过，今日很想区区小民，非义之情，怎奈千古奇闻。若是真心回顾，倒也不是为小民之万也。好吧，女儿。当初夜光为父为盼澳门，险些送了你的性命。如今我与杨家也到两顿女儿，谁为父为命运老家去吧？